Hello， 大家好，有我西貢 Frankie。今次咧亦都有筍盤介紹俾大家，位於喺清水灣道嘅別墅。咁其實清水灣道嚟講咧，屬於一個咧好優質嘅地段，因為呢個交通非常之方便嘅。如果由我今次介紹呢一個別墅嚟講，落去將軍澳地鐵站嚟講咧，其實只係話車程咧少於5分鐘。就算去落去彩虹村啟德嘅 CBD 區嚟講咧，喺10分鐘內咧已經係咫尺到噶啦。而鄰近咧科技大學，咁啊呢度嚟講非常有書卷嘅氣息係嘛，而環境嚟講咧亦都非常之幽靜嘅，景觀咧都幾開揚。咁呢個物業佢屬於咧2層嘅靚積嘅，所以佢嘅實用面積係2140尺嚟講咧，每一層嚟講咧係高達成1200尺嘅實用，所以大家可以睇到啦，入到嚟呢間屋裏邊咧。佢嗰個客飯廳係一個 split level 幾級樓梯去分隔佢，比較明顯嘅2個區間啦。而本身個廳嘅闊度咧，可以去到差唔多接近20尺，咁所以咧非常之廣闊嘅，實用度好高。嗱，而呢一度嚟講咧，入到門口我哋見到咧，玄關位之後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廚房啊！呢個廚房嚟講咧非常之實用巨大，喺而家嘅2000多尺嘅別墅嚟講咧，非常之罕有噶。我諗女士咧一定中意啦。咁而另外上一層嚟講咧，主要係房間層啦。咁屋主嚟講個設計咧，就係一個3房套房，另外一個家庭廳嘅設計嘅。而主人套房嚟講咧，個面積更加高達接近係600尺噶，所以非常之實用。好啦，嗱，大家欣賞完咁靚嘅積之外咧，嚟一個簡單嘅總結先。嗱，呢一間咧位於喺清水灣道嘅別墅，松苑一直喺市場裏邊咧都非常之罕有供應嘅。單位咧屬於2層嘅靚積，實用面積2140尺啦。咁大家可以見到啦，我而家喺呢一度咧係有個入契嘅花園啦，都過千尺噶。另外附設車位，而交通非常之便捷嘅。我落去呢個將軍澳地鐵站咧，5分鐘內已經可以到達啦。鄰近科技大學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嚟參觀嘅咧，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 同埋我哋世紀21奇峰專業嘅團隊。我哋區裏邊咧已經擁有35年嘅歷史噶啦，分別咧有3間嘅分行，屬於區內咧最多分行嘅地產代理噶啦。我哋分別有我哋嘅西沙路分行、西貢市中心分行同埋我哋嘅清水灣澳龍分行添。相信我哋嘅資深同事咧一定幫到大家揾到心頭所好嘅。多謝大家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hare 頻道啊！拜拜。啲仔女都大晒啦，咁我都可以出返嚟做嘢啊！其實呢區我都好熟啊，我都應該得嘅。喺呢度做白紙呢都唔驚，會有人教你，仲唔使擔心自己一個人食 lunch 㗎。仲諗咩啊？我哋得，你都一定得。加入奇碰，展開2次人生。